咱台灣的人口進入快速萎縮時期，根據着內政部戶政司的統計，114年和113年人口內比減超過10萬人。那準以男性和女性的人數分布來看呢，也出現性別的斷層咯。對102年開始呢，男性的人數比女性是佫較少。以去年來講呢，這男性比女性減37萬外人。那過一個月出世嬰仔，今年4月是頭一擺無到7000人，只有6523個嬰仔。台灣的幼囝出生率按105年開始出現當年減少的情形，去年存107812個，外界驚講今年的出生率會較無10萬人。生了孩子之後，自己的時間會變少，覺得能把一個孩子養到大其實不容易。還是想生小孩，是本來就想生，但現在的環境真的是比較不容易，我覺得。要生囝超繁多，以單月出世的囡仔來看，去年每個月攏有7000人以上。不過今年2月單月出世的幼囝，說頭一擺無到7000個，敢若存6523個。可以抽稅的人口就減少，所以政府的稅收一定會大幅下降。第二個是所有的社會保險、勞保、全民健康保險，因為都是依賴現在有薪水收入的人，他們繳的保險費才能成立的。民間團體認為，生育率低，若會衝擊到勞動市場，地數恰無人，嘛有台灣的人口變少。112年，台灣人口要超過2340萬人；113年存2340萬；114年變做2329萬外，比較113年做一群減超過10萬人。那人口數變少，佇人口性別的比例，男性的人數嘛是當年減，而且和女性比起來，出現查某比查某較多的現象。敢若去年查甫比較查某減37萬外人。男生他們在各年齡層的死亡比例是反而比女生高的。兩性那分別在關心健康資訊以及健康資訊的運用上，那其實呢，女性是明顯高於男性的，這個也形成了說對女性的保護作用。男女兩性的人數差直直在擴大，有專家認為男性比較女性，若是人口數大幅減少，年久月深以後，可能會影響到國軍義務役的兵員。另外，勞動市場內底男性的工作佔比，嘛出現無夠的狀況，政府就要小心處理，才會當降低衝擊。記者綜合報道。